浪雲在每刻翻騰，處處有暗湧，想找一個海港，能靠我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到1分牧養嘅時間。首先馬年呢，我係送上一首嘅詩去作為祝福嘅。我哋好多時都見到呢啲嘅月曆咧，都係用馬嘅。今年嚇，駿馬奔騰迎新歲，春風吹起雪與融，馬不停蹄作主公，馬到成功到今年。英國某個銀行係用馬嚟作為佢哋嘅標誌嘅。咁另外咧，有啲車咧亦係用馬嚟做標誌嘅，例如法拉利啦，一個保時捷啦，同埋福特嘅野馬。佢哋咧希望用馬係代表可以揚威車壇。聖經嘅馬其實係象徵軍事歷練、戰爭啦，同埋君王嘅尊榮嘅。我哋知道啦，喺啟示錄裏邊咧有4匹嘅馬，都好就可以形容咗末世嘅情景嘅。咁咧首先出場嘅係白馬，白馬咧佢咧係一個基督騎住咧，佢手裏邊拎住弓，咁而且喺地上裏邊發動冷戰。而且咧係有冠冕賜俾佢，即係話佢得到一啲人嘅榮譽嘅。佢話呢個人係點嘅咧？係趁着啲人無備嘅時候咧，用一啲美詞、美言、美語咧去奪去得到自己嘅國位。咁當遇見一個真嘅基督嘅白馬出現嘅時候咧，佢最終係敗咗喺上帝嘅手裏邊。跟住出場係紅馬，代表戰爭，係一個有權柄嘅人。奪去地上嘅太平，佢手裏邊有大刀作為武器係戰爭嘅發動者，係彼此咧叫人類咧互相嘅殘殺，可以毀滅嘅人類嘅。跟住出場係黑馬，代表咗恐懼，而且係代表咗物價嘅飛升咧。佢係1銀子嘅銀錢咧，即係1天嘅工價，或者係餐搵餐食嘅。咁叫我哋咧油同酒都唔好糟蹋啦一片末世嘅景象。最後出現嘅咧就灰馬，灰馬代表死亡，因為灰色嘅人咧，如果個面色係灰色嘅話，就面如死灰，極其難看。所以咧好明顯就係最後咧，嗰啲人咧都會去到陰府嗰度，都係死亡。呢個係全球性嘅，而且係可能係跌去咗地上嘅1/4嘅人口。咁我哋知道呢個大災難嘅臨到啦咁未嚟到之前嘅，我哋作為基督徒，我哋應該點嘅咧？我哋就要謹守度日。喺耶利米書裏邊咧，上帝咧就叫我哋咧要跟隨佢嘅心意，多作主公啦，同埋咧我哋生活要有意義，甚至喺末世嘅時代裏邊咧都唔緊要。末世係會艱難嘅啦，每個人都會，但係我哋咧知道咧，上帝係保證我哋有足夠嘅力量咧，係俾我哋完成佢俾我哋嘅使命嘅。願讀者今年咧，我哋可以實踐咧上帝眼中嘅使命。咁我作一個首詩作為一個總結：馬到成功無邊際，勇闖天下救黎民。有上帝帶領我哋咧，福音超越生死線，帶來恩福滿盈康。願神今年祝福大家，阿門。